大家前排有冇睇到一段片？有兩個小朋友坐喺大廈外牆狹窄嘅石壆上，非常之危險。唔係拍戲，唔係特技。事件發生喺2025年3月21號上午10點幾，粉嶺皇后山村。警方接到群眾報案，見到兩個小朋友爬咗出去低樓層外牆嘅危險位置，隨時有機會跌落樓，生命受到威脅。警方同消防迅速趕到現場營救，過程有驚無險，並成功將兩名幼童安全救回屋內。事後調查發現，小朋友嘅父母事發時竟然係喺屋企入邊瞓緊覺，對窗外發生嘅事懵然不知。其後，警方以涉嫌疏忽照顧兒童拘捕32歲同29歲嘅父母。疏忽照顧或者虐待兒童，最高可判處10年嘅監禁。一次疏忽睇漏眼，可能變成一世嘅內疚。